真的哦，我这个奖评哩。啊，这个半分钟啊。我开班。开班一下，将目标53公里前到1公，再1公，30公，3架乘以1公，3架负乘以1公，3架归等于1公，分到1公，再1公，3公，3架乘以1公，3架负乘以1公，3架归等于1公。开班开始，将目标每天3公里前到1公，再1公，30公，分到1公，再1公，30公。请讲出时间前到1公，分到1公。有请我。请坐下。铁官司理任组长各位，请给大家晚安。晚安。或者我下这个平时的，咱们多数人书就是不能了解大家。哎呀，那他就，或许不太了解啊，因为在泰国嘛，他们都放这样啊，我想啊，坐安尼你就安尼咧放就好啊，你开安尼互我要找答案啊。是静安呢，是更上静安呢。哦，你看，好的，我看，谢谢。我下来就进行，我今日要给最共同学习的主题是叫做离婚、当婚、了婚、菩萨行，菩萨行就对，菩萨行。咱讲，咱今日咱一个人一生当中吼，有2个阶段嘛，我是感觉有2个阶段。咱敢知讲，咱敢有上半辈子，有无？啊，搁有下半辈子。啊，咱上半辈子要用啊，咱前半世人用啊。求生存。经济，咱敢要相信，咱前半世也是咧经济，所以啦，我甲咱讲一句话讲，上半辈子就是咱的业力。为什么讲前半世也是咱的业力？咱前半世啊是爱饲囝，咱老爹们是爱饲囝，对无？啊，咱的囝人有一句话讲吼，孩子是债，对不对？啊，所以咱这个老师嘛来讲，一个孩子是债。一个还有是一个债，对不对？啊，咱的囝无论生几个，伊咱敢是咱的债，敢是咱的债务。因为你的如何，咱的心甘情愿执行这个业力，这叫做业务。哦，这个叫做业务，前半世人咱就是咱是业力哦，但是到咱下半世人，咱到40、50岁的时阵，若正常到50几岁，应该是咱的业就爱拢清了啊。只要伊家己拢会趁钱，咱家己请应该就是业力拢对了，对不对？吼，但是到后半世人是啥物咧？食那个。还有求真理。到下半世人就是咱的业力。这个时阵，为什么讲到下半世人是咧改变？这个时阵就是咧做咱家己爱做的工作，叫做了了。因为咱的业力已经平了，后半世人咱就来做原力的代志。因为这原力嘛，就是咱陪天的主。因为咱嘛知影讲，咱每一个要转去的人，咱都知影讲，咱为虾米会伫道场安尼付出？咱就着虾米做无聊，就做无聊，所以咧有更较侪人较有看，敢是安尼？绝对毋是，因为咱是要了咱的原力，要了完，啊了完。就是咧，即个咧讲，吼，啊，所以来讲，咱来活动是安怎？见一摆面，咱就点一摆的机会哦，对不对？咱比如讲，咱即世人来当
见100摆个，见100遍，见你100遍，但是咱来负担，见1摆遍，咱敢是减1遍的机会，见1遍剩99、90个、91、92，对不对？啊，咱来到负担，听课嘛是听1班，嘛是减1班呢，咱敢要相信？有点有点。拢是安尼，是安尼。咱听一课一定就是了一课。啊，所以人讲，咱家讲安怎讲？咱伫这个当中，咱敢知影咱敢有离婚感恩的心？敢有离婚感恩的心？为虾米讲？口号来讲，咱爱有这个离婚感恩的心，因为呢，咱爱知影讲，咱有这个修行的环境，啊，搁有咱的同修人，会当做伙共同学习，敢是咱爱感恩。啊，这个恩为对啦，咱嘛爱知影。所以咱爱知恩感恩，为虾米讲吼？我较有这个感触呢，就是我这个去到大陆，去到大陆的福州呢，入3日的班。我去到福州入3日的法会，3日去到了，咱敢知影？我去到当然，咱伫泉州咱嘛有咱的活动，啊当然咱泉州的活动是咱家己的做，咱家己的嘛，啊咱无共同足侪单位做伙，啊搁安怎讲？上介济嘛20几个，但是我即个去到福州3日的班，去到才知影讲，原来有100个单位，虽然是无逐个单位，但是爱上联合、信义、浩德，啊搁有平息，应该是差不多有5来拢参加，总共入达160个，我工作人员应该是200几个。你敢知影去到遐个环境？咱大知影讲吼，咱伫台湾，咱受迎合到的环境包括，咱敢知影去到遐是吼？即个100几个吼，分道就遮100几个，因为分道大部分差不多加，要牵到加一半加加，咱敢知影怎啊2间便所？便所，咱要安怎？咱要安怎互这100几个人便所，互较无讲袂差？伫这3天的法会，互较有压力的。为啥有压力的？因为你要爬开嘛，莫爬开，因为所在嘛，因为我是一间迄做食品工业的，应该是向南化，咱拢知影，遐紧的。啊，咱甲互较迄3天真正拢合并到一个，我加比例的，来拢有压力的，因为你要去是做无便所，啊便所门歹去，佫无生理，啊所以你若要上便所，你拄仔面开伫后壁边，若伫头前边的，就是有的人一定看到你，啊有的人，因为咱台湾人袂较毋敢无门，但是无门到剩一间，咱要去100几个人去有一间便所，你要互较上一个办法，就是甲迄个门起来开咧，歹去来个开，啊当然咱开咧，咱就知影要来门啦。啊，所以咱讲迄环境，莫讲大、食那个食衣卖讲啦，食住行，咱较知影讲，咱伫台湾有外个人好，资源也有，啥物拢好，尤其安怎，咱知影大陆就是安怎，大陆是一个宗教不自由的国家嘛，咱嘛知影，咱台湾唯有只要你要信啥物教，伊拢咱拢做。若莫为做犯法的，危害着国家社会，你要信啥物教，拢互你信。但是去到大陆，咱足注意，咱有同修，咱感觉讲同修，咱就是感觉讲同修，拢爱足注意，讲话嘛爱注意。尤其上介重，迄1罐3你绝对毋通看。但是偏偏咱即个3天的法会，信伫内面就有一个老菩萨，伫到第3天后壁的时阵。伊就开讲啦，伊就讲，你是咱负责人，上界我是做一个所为嘛，伊就问咱负责人讲，为虾米1贯到遮好？为虾米伫台湾伫咱大陆有当过1贯到3年？哦，迄阵互我听着伊讲安尼哦，其实卡啊，我就甲伊就一个太太讲，你遮济，互我先走。因为哪？迄阵后来去，迄一个就走袂去。我讲真诶，因为1贯到底遐是禁止。袂使讲1贯到3年，你安怎讲都袂要紧。伊竟然一直讲1贯到，佮讲第3遍的时阵讲，你遮济行，互我先走，因为我会惊啊。
咱伫台湾嘛有即个科炉，无对不对？咱伫台湾一般你讲一贯道，你莫讲东桥去渡人啊，还是去到咱较知影讲，咱伫台湾有偌尔啊幸福，咱即个环境，你甲看，咱虽然有冷气，但是咱的椅啊、桌啊，无可能讲为坐要买开，买袂开，但是因为咱住的是安尼，食嘛食无好，困嘛佫困无好，头一日若叮当，因为要起风尘啊，佫上阵了吼。你对于迄个叮当，你全部人讲动一瓦的，动一瓦千里瓦动千声。你对于迄个叮当，你就爱叮当，佫吼爱佫拍板，全部咱就知影讲，哇，原来咱台湾的环境，原来是咱佫不知感恩。咱佫知影讲，咱伫台湾有即个环境，咱是因着啥物？咱真是人好。无平平拢是中国人，拢嘛就是炎黄子孙。为虾米？因会去出世伫个所在，啊，为虾米咱会出世伫台湾？即个宝岛，所以叫做台湾宝岛。啊，今仔嘛就是咱前世所见，哦，是啥物？福报啊！因为郑成功甲谢承来讲，咱会当求道先啦，修几世？3世。啊，咱会当清跑，咱会当带入几世，所以咱就是嘛修3世，而且咱进入足好的因缘。咱才当出世伫台湾，所以咱敢会感恩，敢啊？爱呢？啊，咱顶着啥物？天恩师的，咱真正顶着天恩师的，咱才有法度伫即个，咱讲伫即个人世，会当遇到即个代志，佮当着三层普渡。即个普渡就是讲，普渡就是临贵仙啊嘛，对不对？三者普渡就是临贵仙啊，所以咱爱感觉讲，咱有到应来了一次佛堂，就少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对不对？见了一次面，就少了一次见面的机会。我们有心存感恩来珍惜佛堂见面的机会没有？有，对不对？所以大概讲，为虾米我要来讲？一个唔知影感恩的人，伊跟咱亲近啊，来伊该托。为虾米讲？一个人唔知影感恩的人，伊跟咱亲近，他也能理解托。因为伊真正是真正是家己尔吼，伊家己真正尔，但是伊无感恩任何的人事物，伊认为伊今仔所拥有的是伊家己所种的福报，是伊家己前世人所种福报。当然这嘛是，但是咱今仔日就是讲着天恩师的，咱嘛讲着老祖师的恩泽，咱嘛讲着咱啥何老前人的恩泽，咱嘛讲着咱桌前人、咱父前人、咱多位同师，还有各位同修，咱敢会感恩？咱若有感恩，咱就互咱安怎前进，咱嘛无法度来托。哦，啊，所以华为师尊甲咱注意讲，咱人爱感恩五种恩，咱做练一个讲好，天君亲疏，咱人爱感恩这五恩。咱特别爱感谢天地之恩，咱当讲天心万物有幸互咱嘛，咱嘛就讲，咱的人生为天由来，对不对？咱大家知影，啊，咱今仔日伫遮修就是后摆啊，嘛是会到天嘛，啊，但是来哦，天地哦，地用万物在天之恩，咱今仔所食的物件，包括咱所穿，拢是从土骹，拢是从地来成长的。咱遮所有万物，敢是从地来的。咱所穿的衫，即个棉花，敢是从土骹种来的。是，啊，所以咱来感恩天地，咱的人生由天而来，咱的生命由地而来成长。所以咱第一就是来感谢天地之恩。来君，咱来感谢君，吼，咱的总统嘛，咱的君富国之恩。咱台湾，人讲咱台湾是个宝岛，咱要食啥？有啥物通好食呢？四季拢有水果，咱若去到别国，无一定有即个物件哦。咱台湾，咱甲看物产丰富，啊，咱的民主主义，咱讲话到主义，咱讲言论自由，有无？咱拢免比伊遐点尔，以早还袂坐的时阵，反正咱讲厝的讲了有对，我才敢若袂可能即个。我是听安尼讲，啊，但是咱敢知咱的民主主义。
咱这拢会以家己的心来看待，咱唔通用言语来伤害着咱的学生，咱的社会，对不对？咱所以人讲咱修行人，就唔通插正理。为虾米安尼讲？因为咱若插正理，就对立。咱修行人，只要咱对天的，咱莫对立，咱莫对立，咱对天就好，咱唔通对立。若对立呢，你就有生死了。你有对立就生死，就轮回。所以咱就是爱对啥？咱对真理、对天就好。所以咱唔通用咱的言论哦。所以人讲嘴，咱唔通想讲咧一句话讲出来，我也无做，我单用嘴讲尔，免负啥物责任，对不对？但是咱敢知影？我进前佛法师尊有讲吼，修道人、修道人，若参加着即个社会，你讲一句对社会伤害、对国家伤害，咱有当负咱的义务责任。所以咱的言语、咱的言论来伤害国家社会，咱有一个社会会安怎？社会遮尔啊浪漫，就是咱人的言论嘛。言论造成咱人的行为，所以咱一定爱感谢君。袂使用言语，袂使用咱的行为来伤害咱的社会甲国家。来，第三，咱来感谢亲嘛，亲就是啥？咱的父母啊，互咱生的啊，养着咱两代生灵。但是咱敢有感恩过咱的父母？有一句话讲，拜了10年佛，还差一不相。我较毋知讲咱感觉有看过这个故事，毋捌啊？来拄啊好，捌听过，我就来讲。咱若乡野界，咱有一句话，咱乡野界时阵，咱真袂使讲因为我问咱讲，咱有迄个感谢爸母，互咱的生命享受咱中大生理这份，咱就讲阮乡野界爸，咱乡野界就讲感谢啥物人？咱哪有求啥物人？保庇啥物人？咱敢有去乡野界头一个就讲保庇我的时代人甲身体健康，互较以早野界保庇我的囝。当做到，我的祖囝安怎，拢想着咱的囝。到尾互我去看到即个，咱拜10天下课，但是咱永远拢行一道路。互我就来讲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少年，伊伫咧少年的时阵，伊想要考啥？考做官的嘛，伊就去大雄宝殿，伊就乡野，伊就甲伊做嘛。我想要考这个科技嘛，科技嘛，我想要考这个科技，希望我会当安怎用做官，我会当做官，我会当爱在我的子民，我会当替社会做一寡公益的代志，伊就安尼乡野。但是呢，有做到伊遐摇头，人真正就来讲，做嘛。伊讲这嘛是善事啊！伊若做官，伊甲你求，但是伊若做官，伊嘛是会利益着众生兄弟姊妹啊！众生啊，安尼为虾米你无爱答应伊呢？伊就讲还差异无相，佫差一道的香啦，伊佫差异无相。好，佛讲有做讲有教育心愿。甲伊中大成人的时阵，咱若中大成人，咱要创啊？爱创啊？传宗接代。结婚。伊就倒去有做头前，佫举3姨娘有做啊。我已经到4分年龄，我希望我会当娶着一个足贤惠的太太，阮嘛是叫家己摇头。即马人小姐就去问做，为虾米？伊即个小小的愿望，为虾米你无爱达成伊达成愿望呢？不做就来讲，还差异无相。为虾米？到伊中年的时阵，伊因为凭着因太太的福气嘛，因为伊无做官，但是伊凭着伊太太的，伊有做着一个小，伊有做着一个小小的官，但是伊嘛是因为因娘家。迄落因太太娘家迄边的面对，伊煞有变一个，意思咧小观念啊，讲可能就是像咱遮个啥传统，跟住传统甲理想，我是知，就是
已经投案甲中年，啊经过这代志，伊拢办事拢无如意，好，伊嘛就是搁经过到伊落伊就50岁的时阵，伊迄个时阵呢，伊就搁去甲做，搁去甲做烧香。伊讲伊迄阵就是去甲厝斗啥物，敢知？因为伊迄阵官司嘛，有官司的时阵，官司甲甜心的时阵，伊啥拢无如意啊。但是伊迄阵去想着啥？伊甲伊50岁的时阵，伊去想着讲，伊爸爸伫伊出世的时阵就过身去，啊伊的妈妈是从细汉，安尼辛辛苦苦来照顾，所以伊看着伊妈妈咧艰苦，所以伊去袂过去的时阵，就去甲伊做讲，伊就安尼讲，我的妈妈就我细的时阵，我爸爸就过身，伊足辛苦甲我抚养长大成人。我希望有做，你会当互我的妈妈身体健康，无病痛，咱敢知影？迄个时阵，阿来尊者就去看有做迄阵就来点吼，安尼就对啦。伊有啥物？安尼就对啦。迄个时阵，伊当拜了，伊当即个愿望了尔，伊行出去到庙外了，到大桥旁边，伫骹面尔，伊两个囝拢做官，人倒来过。古早时代人做官时阵，人就讲无啥物人，你囝中奖来中啥物？伊两个囝拢中奖，而且伊的官司，嘛迄个时阵查出讲伊是冤枉，当然是这是一个故事啦，但是伊嘛是有咱的计划是，就是讲，咱若乡野的时阵，咱要求啥物？咱第二到去求着讲，咱的事故啦，互因的身体健康。有法就看着，互我即个故事当然比之前有哪比大约。咱的大约有国学班嘛，互汉嘛讲过。其实，咱刚才讲咱伫台湾，若要讲台湾啊，人才济济，真诶，啥物大公司都有。但是咱若去到青岛，来去到倒来，咱去到大约啦，咱若去吼，像这小喽啰拢变公司呢。咱若讲去吼，因逐个拢会感觉你有够牛的啦。我讲这一个小小的点头安尼尔，伊拢讲嘛，伊拢叫黄老师，叫黄老师，互我去买啊，我嘛甲拍者，袂歹。咱知影讲，咱台湾，咱若去到大陆吼，大陆其实是一个开发的国家吼，互我即个去福州吼，咱拢想讲吼，互我拢想讲，咱台湾的公司真有够牛的啦，讲咱真有够好的。原来人讲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即个去到福州，原来。互较伫迄个啥，迄个泉州看到的，去到福州看到的，因为咱讲英雄来自四面八方，迄个时阵有啥物？有香港来，有新加坡来的，有马来的，对人拢去到遐上三个。咱敢知影互我真正人讲英雄出少，互我真正惊一个，所有的公司拢是啥物人讲，当然，佮包括迄超市吼，因迄拢是地方。还是有下门个北京，我真正惊一条呢。含遐超值的做到小公司嘞，迄阵拢无我讲，咱台湾的人才济济，结果去到大陆，毋知影讲哦，人讲一年无上互咱3工钱去到泉州，搁较进去，完全拢无共款。咱敢知影因的理财，迄公司外劳讲互我拢惊一条，人讲讲靠下尾真正小休一个吼，真正贴。对不对？所以咱讲讲着，互我当然是看到这个了后，互我嘛家己习惯来想讲吼，迄当时互我人乡野嘛，就是讲去先生啦，会当身体健康啊，因为伊咧趁钱互我开啊，伊咧身体健康，伊身体无健康是咧趁钱。若囝会当栽情啊，栽情嘛就是我有为主啊，但是到尾互我知影讲，原来咱乡野咱两摆。当然拜做是对，但是拢求了对，咱来求咱的时代人安怎身体健康。真诶，互我甲你讲一个代志，时代人的身体健康，咱要做工课，咱日常要做工课要了解，就好做。真诶，无真正迄个命就出门。所以互我感觉讲吼，好讲一句话讲。你若替天做工课，你的时代人天就替你照顾，对毋对？所以互我拢感觉讲即句话真正嘛是有影。
爸伫阮广东学校的广东，伊拄啊住来20几天，回来了，伊较尾就过无偌久，看过偌几就归空。当伊归空的时阵，天白啊，有去看幽会，有去甲爸爸烧香。伊讲一句话，伊讲啊，咱在伊讲，帮帮主真有够福报。你迄阵助理嘛，助理你真有够福报。因爸爸安尼，互你老无一个月，你就转去啊，上阮太太10几天啊。咱嘛知影讲，迄阵吼帮太太10几天，伊讲卖2分菜，啊开偌济钱，对啊。啊，迄阵天白讲的涂骹，毋是讲咱帮经理伊做做者，因为咱逐项拢有咧做，只不过就是讲帮大迄个。天白啊，迄阵帮忙做一句话，互我有感触的，因为互我伫内面就听着讲吼，助理啊，你的付出天嘛是有看到，所以伊吼，甲你斗照顾你爸爸，伊知影你总无闲，所以伊互你爸爸就互你照顾上久，互你老上久就对啦。即句话咱敢相信？我真正体会着啦。哦，你讲因为你做着地方工课，所以爸爸嘛知影讲你做着地方工课，会互你老上久。啊，所以咧讲，咱知影讲，咱爱管问题，咱生活，伊个身体健康嘛，就是咱的福报，真个。哦，啊来第三，就是咱爱感谢咱的师。当然，这师毋是讲，咱是教咱专业的师，就是咱的读册老师嘛，学业的师。哦，伊敢是有哪传授业互咱，啊，咱若，老师即个坐师我敢若袂晓，你听咱甲来讲，会啊。啊，但是这是咱后天吼，咱学业的老师，但是咱佫有一个师，就是咱的啥？师者传道授业解决者。咱讲讲师当然，但咱要讲就是咱的传师，但是这个师是包含一块，只要会当甲咱鼓励，哦，会当甲咱鼓励哦，拢是咱的老师哦。当咱咧卖迄个时阵，伫遐咧痛苦的时阵，有咧甲入去的时阵，甲咱解开咱的心中，但迄就是咱的老师。咱敢爱感谢伊，敢爱感恩伊，啊，即个伊敢有授业，当然电传师伊就是咱的信仰吼，啊嘛甲咱解业啊，所有的书，讲书毋是家己只是讲书嘞，只要你去度人，你去通亲，你有讲着道理，你有去修传着人，拢是书。啊，所以若有修传着咱，互甲咱解开咱的迷业，迄个老师，迄个是咱老师。咱来感谢伊，咱来感恩伊，因为伊指点咱一个啊，所以咱有即个空气通去吸，咱有即个空气，咱有水通去食，咱敢爱感恩。咱有空气，咱敢爱感恩。讲到这啦，讲笑的比讲较好听。咱来听一条歌，这条歌呢就是王哈的。到随身碟。有呢。啊，无迄个，无即个哦。随身碟啦，随身碟那个。就是出嚟嘛，出嚟去坐数啊，坐数放映。食啦，好，咱来听这条歌。伊也无下载伊的程式呢。我播放的程式呢？是叫做这台有的嘛，啊就是呢，是呢无，这台敢是老歹这台。啊无就莫切，我切我确定。你走的。顶个会点一个点的。是啥物？左下角。是啥物档？有啊吧？安尼一条，你这条哪里有这条？这条，左边无把这条。我感觉这条歌好听，这条歌互我就是去青岛的时阵哦，伫咧杨正堂一个大嫂有够好唱这条歌，你个咱若平时家己听仔细跟他听，你真的会很感动。咱来到这位请来，因为
中和南老上。
应该是无饱，但是咱搁知影，咱即条菩萨行的路，一定会当互咱有心得的，因为修行的路，修行路上的风景，这个风景就是有咱的过程，绝对不是流来的，是咱付出来，对不对？修道的过程，咱有付出，咱若无付出，敢有心得？绝对无嘛。但是咱嘛是为了回报而付出哦。咱为虾米要付出？因为咱要把咱的生命结出，所以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更杰出而付出，咱来一步一脚步走出。人讲世界上快速的交通工具啦，即就是啥飞机上紧嘛。哦，咱嘛知影讲啊，太空梭足紧的，但是太空梭袂当做咱的交通工具。进飞机上紧，但是飞机上紧，伊敢有法度载咱转到李天？伊会当载咱转从异乡回到故乡，是咱即个风尘的异乡到故乡哦，你毋是咱即个异乡到回家离天那个故乡哦。所以咱要对即个三个世界回到极乐世界，咱要用啥物交通工具？做一个题，互我问咱。咱咧有啥物交通工具？爱啥？爱实践佛所谓的流通。咱敢知讲，咱若要转去，咱若离开故乡，以早有法去到台北上班，当伫台北要转来到台南的时阵，咱该做欢喜，会袂？会。但是即段路程，互我伫台北要转来到台南，互我若无离过。若无钱，敢要当伫台北到台南，绝对无可能。同款的意思，咱要转来伫即个风尘转到李天，咱若无风着啦，咱要当转到李天，拢同款的意思，一定就是爱有迄个旅费就对啦，一定要有费用啦。啊，所以咱要转到李天的费用，当然就是爱有，就是咱的风着嘛。哦，啊，所以来讲，咱爱实践着佛所开的流通，菩萨行哦。所以若讲到遮人讲，谈到权力就有不义嘛，谈到讲到慈悲就有离义嘛。为啥物互我要讲这讲？你若讲有关系有伦理，咱敢知影讲啥物叫做权力？总统敢是一种权力，所有做官都是一种权力，但是若有伦理，一定有。收到钱、收到利就有伦理。迄个好业世界首富绝对无可能，一个人永远会当做世界首富，他一定有伦理的。但是呢，若讲到慈悲就有伦理，这个慈悲敢有伦理？无，这个伦理敢有伦理？嘛无。虽然讲这个权利，咱就知影讲吼，唯有慈悲，吼，唯有慈悲就是讲会当。咱不能众生听你经嘛，要讲高慈悲，咱干嘛出现这个慈悲的心？啊，这个仁义，仁就是爱人，义就是救人。有啥物？咱哪条叫做啥？义气，差。哦，伊明明就是一个差仔，啊，为啥物讲唔差？因为伊偷摕物件，伊毋是为家己，是为着要帮助。进入祭品。善良人。啊，伊就是可能善良人足艰苦，所以伊才会想要去救伊，啊，所以有一义，所以叫做义产。啊，咱今仔日看到人艰苦，哦，咱敢会想要救伊？咱嘛是一个义呢。咱的啥物啊？咱的心肝内嘛是有仁义呢，所以咱才会慈悲啊，对不对？啊，所以利己就有伦理，利人永远没有伦理的，只有慈悲的心。哦，啊，所以讲到这，咱就来讲，慈悲心也就是我们成佛的起点。嘛，就是咱慈悲心，就是咱要成佛迄个头一下步，对不对？所以来讲，佛的有众生的地方，就是我们修行成佛的地方。咱敢要安尼认为啦，对不对？因为啥物？互我用这个讲，慈眼视众生。为啥物佛的目睭会两分？会两分开八分的？咱所有看到，包括咱三楼的佛祖刹那，啊，咱搁去庙里，只要若是菩萨佛，伊的目睭是毋是拢八分开、两分开？
安尼遇到时阵，为虾米？你甲伊讲，咱用三宝的时阵，爱叫咱熟悉，爱目睭闭开开，两分开。为虾米？伊嘛是咧甲伊讲，咱袂使看众生的法典，咱爱看着众生，咱目睭若闭开，众生的发点甲众生的无咱敢看得到，看得到。咱就是目睭闭哭哭，咱家己看着众生的无好的。所以为虾米佛伊安尼？因为一个真正慈悲的人，佛就是慈悲，所以伊的目睭永远无啥物对不对？所以人讲慈悲没有敌人嘛，佛伊就是慈悲的，所以伊的目睭拢是永远是第二个。咱敢要目睭拢闭开门开，当然就是讲，咱若看到无好的时阵，当然咱咧行路是会当闭开门开啦，安尼是大道，就是讲咱若看到无好的时阵，咱就是会闭开两分开，安尼，咱爱慈怜施众生，咱一定拢爱讲慈悲的话，还是咧施予众生，而且咱嘛爱慈怜施众生，但是咱拢感觉咱人听着无欢喜，咱是怒怜施众生，毋是慈怜施众生。所以咱讲，为虾米讲有众生的地方，就是我们修行的成佛修行的地方。为虾米要讲？别人毋对，别人发心，别人无办法，尽量啦。佛法拢是安尼家咱讲尽量。当然，咱大多是做咧恶的阶段，包括佛法嘛是。这就是人讲一个讲师伫台底咧讲的，就是伊所要恶，伊所犯所欠缺的。所以就是佛法所欠的。我拢希望讲，咱兄弟姊妹，咱道亲兄弟姊妹，包括咱的朋友，伊的无圆满，伊的缺失，毋是为佛法，就是讲出来。但是伊的好，伊的善良，是由佛法的处来宣扬出去的。但是伊的无好，尽量莫对佛法的处讲出去。这就是佛法对家己的取舍。因为为虾米佛法来讲，这慈悲嘛毋是讲你救度众生，咱的慈悲就是讲咱无讲歹听的话，嘛是慈悲呢。足侪人离开道场，是因为啥物代志来离开道场？就是一个佛法问题。离开道场的众生兄弟姊妹，咱会知因为啥物来离开道场？两句，无有我讲正道，一个只不过是要负担的，拢为着啥物？所有离开道场的众生兄弟姐妹，都是为了人事两个字，为了人甲为着代志。人事就是咱，因为人是我的，事就是咱人去做的。所以佛法家己对家己取舍嘛，大家共同努力北人的跑步也嘛，尽量不要由我们说出去。所以佛法拢感觉讲，迄个人事毋是最重要，咱的生死上重要。这是佛法一直在努力的目标。所以佛法进来摕着啥物话？佛法拢讲，佛法拢会甲家己讲，它都跟我的生死没有关系，尽量我能把它放下，最好是放下。所以人讲，真正一个慈悲的人，伊看到众生兄弟姊妹无法的缺失，伊袂用指责，伊袂用指责的方法来指责，伊会用啥物？伊会用指导来引导，对不对？伊绝对袂用指责，来讲为虾米？咱就是想法，为虾米会安尼？毋知影讲啥意思？只不过是一对方而已。所以人讲，佛的目睭来，为虾米佛拢无对，因为佛看所有众生拢是菩萨，所以佛到现在已经几千担伊嘛就是讲把众生当作是菩萨，因为看咱另外拢是菩萨，所以这是相对论。伊看咱菩萨，咱另外看是菩萨，所以他的眼中没有别的，只有什么？也后面的是一个人，但是前面是什么？爱，他没有别的，他只有爱。所以慈悲喜舍是人的情绪最美感的展现，敢是安尼？所以家讲这龚老师家讲，慈悲的人免开讲点干伊就已经发力了喜舍的人伊免加钱伊已经一定吉祥。为虾米？
无法讲，为虾米讲？自闭的人伊免开讲点，咱已经发力啦。咱敢知影一时，迄发的时阵，咱拢开讲点咱为虾米伊咧开讲点咱敢知影？因为伊就是要，互伊迄个开讲，就是要互伊有啥物发力。啊，所以我理解下，因为看到这种遐个所以那个。所以讲，为虾米人若咧安坐的时阵爱开讲点啊？因为伊就是要互伊有发力。啊，所以人讲，迄阵时人要开讲啊，迄袂灵。但是咱来开讲咧是点伫遮啦，但是迄是只点咧一条路咯。所以咱讲，自闭人伊免开讲点啊，伊已经互伊发力。其实伊的发力是虾米应该其实就是咱的自闭原理，也是咱的发力。所以，迄自闭原理呢，为虾米？咱爱付诸于行动哦。你毋是通讲，我做自闭的，自闭咱敢看会了？看袂了，一定要付出行动。所以代表讲，我甲恁讲一句话讲，你光有慈美善良，无效啦。迄个人自闭善感，但是自闭善感就这自闭善感就在伊的面里，但是伊无甲伊的自闭所发露出来，伊无去路用。兄弟姊妹，那安尼伊的自闭善感，只不过是一个有形上的意义。伊有一天，嘛随着伊的生命消失，伊的自闭善感敢会消失？但是这自闭，阮为虾米较紧？佛菩萨为虾米较紧？佫会当互咱甲伊雕牌，甲伊追思，甲伊追着，跟随他的脚步去走。为虾米？因为他的精神故事，伊的自闭，伊写的精神故事。所以咱就是爱求不共款，将咱的自闭爱甲伊发露出去。所以咱若是咱做自闭的人，咱嘛有发力的，咱嘛活力有变的。所以为虾米人讲，咱敢会感觉讲，为人为虾米？伊这么大人，伊这么大人，敢会？这么心酸人诶？当然，迄叫咱精死人吼嘛有有。咱敢有人这么好？因为以前我法拢讲吼，我看啦吼。这么大，我一世人可能无照过咱，但是伊，我拢感觉伊遐会对大人，咱足简单诶呢。我拢感觉讲，伊真死人一定无一个善的，护法无讲结善的，伊一定有讲结善的。啊，但是讲，阮迄个看啊，伊嘛伊有伊自闭的一面啦，迄是护法不及的所在。啊，所以伊有法度那大人，当然就是他有。我们没有的了，对不对？啊，有人做到心酸人的啦，那就是伊有，啊，咱无的啦，因为自闭原理，伊原种心地不好，所以伊家己自闭发露出来。啊，所以咱嘛爱，啊，佛嘛是同款啦。所以人讲自闭，毋是假面呢，是爱啥物？爱因果。啊，咱今仔日要有种心地不好，咱要啥物好伊？咱免啥物好伊？咱因伊一条路。啊，所以咱来看电视，以前当然佛菩萨的时代，咱已经咱无真无断掉啦。但是咱看电视的时阵，当众生有苦的时阵，去求菩萨去求佛的时阵，伊咧艰苦的时阵，佛菩萨敢是摕做一金钱互伊？无呢，咱看着拢无呢，伊是指点伊一条路，叫伊爱安怎做，对不对？我感觉之前我看到一个鱼呐，原因伊嘛就是讲一个砖头，吼，一个砖头。因为拢做到啦，拢无甲一个做善事的啦，啊天就是要卖迄个砖头啦，啊观世音菩萨因为伊有慈悲的法力，伊有慈悲的心，所以伊就要救迄个砖头。即马玉皇上帝就来讲好，只要你有一个人会当做善事，会当念经，那安尼我就留迄个人，莫死就对了，我就互伊一条生活。啊，咱的观世音菩萨就化身落来。叫做鱼呐观念，伊就用种种的方法，互一个迄个强盗就对啦，强盗应该是叫做李明达，伊互咧用道了，伊变做一个足水的，迄个祖囡仔的姑娘，啊伊就是讲，啥物人会当念一套经，互我说伊迄套经啥物，互大家就互讲你会来当念。弥勒救过一经，你会当念开啦，我
就叫伊做某班的啦。啊，你工作大多，啊伊做一个土土啊，伊当然足济人啊，吼，伊当然有足济迄，人讲拽啊、摇嘞就对啦，吼，伊就讲好，大家拢会念经，因为我要带伊做太太。伊讲即句话，大家感觉讲安怎？好，大家念经，念到尾啊，无法的过程会顺利了。我即句就是讲哦，为虾米观世音菩萨伊要即个观世音菩萨伊要用引导的，伊要引导伊讲大家来念经，因为伊要救因前仔头的人命。到尾啊，迄个工友大着安怎念知影？伊到尾佫用着讲你爱食菜，因为到尾啊无嫁伊啊，伊就讲死去啊，无变死去，安尼讲，啊我要带人死去。啊，即摆伊佫变一个人来讲，你念经无嘛，你爱食菜。啊，迄工作大家有规个讲，好啊，食菜，到尾伊讲大家拢食菜，伊个部下大家都食菜，到尾啊，这个工作大家真啊得到个成果。所以嘛，观世音菩萨嘛，伊嘛安尼救着迄个怎仔头，伊对家讲来讲，你甲看，世间无迄个不能袂当改过自身的人啊，互人佫较好，所以你感觉。人讲慈悲，毋是好意，是爱来引导。咱家即看观世音菩萨，伊化身迄伊拿观音，伊讲，伊就是来引导他引导引路，互伊念经到尾互食素心。咱家讲，到尾咧讲伊来个，迄到尾咧讲伊来个，然后咱死了应该是来个十个，但是伊到尾也出对，伊到尾也成仙咧。所以慈悲是毋是互伊啥物，是来引导一个。哦，对不对？所以咱讲吼，咱若慈悲哦，所以来讲哦，咱若慈悲，环境就慈悲啦。咱的慈悲就是咱讲，咱讲慈悲法力无边啦。啊，所以讲，你若慈悲，道亲就为大堆啦；你若喜舍啦，上天就来你听，对不对？啊，所以你若喜舍，道亲就来啦；你若慈悲，道亲就为大堆嘛；你若喜舍，上天就来听。所以这个慈悲喜舍。好，所以嘛，就是互他朝这个目标，他是候选的目标，或者心中因为那个是互好，他变互带讲会出来，所以呢，咱怎样讲？咱爱有慈悲喜舍心，迄就是咱幸福的结果。来，第三，咱爱有四方世愿，四方世愿就是万分成就，因为所有的佛。是对这个四方世愿，就是做了，咱做伙来念一遍，敢无？众生无边誓愿度，欢乐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发，佛法无上誓愿行。这叫做万分性德。咱要修身成佛，就是有这个。第一。我要甲人讲，众生无边誓愿度。咱知影讲，众生生众生，我嘛是众生啊。咱最前大家嘛是讲众生啊。啊，但是佫有人讲众生就是众力杂身，但是叫做众生。但是咱敢知影讲众生有分啥物？咱众生，但是咱内面敢有众生？啥物叫做咱内面众生？有咩你一直甲互我更关的个字，互我问来。咱内面的众生叫做啥物？念头，念头，见起种的。所有念头不好都是我们众生，啊，咱的脾气无变嘛，咱的众生。所以人讲，咱要度人，咱有想要度人，但是咱要先度人，咱爱先度家己嘛，对无？咱无先度人，咱无先度家己，咱要去度人。来讲，我较进前就讲讲。伊才做小姐的时阵，互我已经生出一个条啊，互我就去，互我佫爱去的去摸头一个专柜吼，有迄个专柜小姐，伊拢咧卖化妆品，伊去，我就讲你这个爱用我条啊，有一种好，我甲你教，我拢摸迄种的条啊，拢我即种，所以我拢个条，我拢我即种的，到尾互我干嘛买迄款条啊？无。因为迄个咧卖我迄个药啊，规面拢全青春痘。我来买款药啊，拜托个，你要卖我药啊，你规个面拢青春痘。啊你，我敢有甲买款药啊？我迄阵有一个查囡仔大足好，迄个叫做小春，伊就念，拜托个，伊就念，伊规个
对啊，无我到尾就是爱家己讲的，因为伊规面的条比我较侪，啊，所以咱要度人，咱也无先把家己的重心度掉，咱好家讲，哦，你怎道做好呢？咱来求道，咱来听道，咱会当去脾气改毛病，结果有一个头讲，我甲你讲，你甲我干，你甲我干，咱搞无？迄个时阵，我会讲，咱同学做迄个就走，因为你讲受到做好，咱脾气改毛病，结果你伫遐发脾气，啊，结果甲伊讲去买物件，甲伊讲哦，我度迄个去倒，我倒了搞好个这物件。你算到90就好啦，小皮嘅，你若安尼人去打到，我出家出嚟行，你我出家出袂行，哦，你有够克制的呢，你安尼要做生意，我甲你讲，你做迄个因为你讲你是的，你食才好，结果你脾气嘛轻计较，安尼你要安怎讲无？所以人讲，要刮别人胡子之前，先怎样？先刮自己的胡子，安尼要先大人。进前咱知安怎？先做咱家己，咱有啊好，咱才会重心有生有美。人讲一个念，一个规划嘛，哦，对不对？啊，所以这龚老师大讲拜，这连讲起较顺的，拜佛拜酸，讲课讲后嘴，脾气毛病都不改，来是地贵。啊，有影认着你啊，9点。你有想要讲无？你讲的啦，嘿嘿。安尼你后爱讲哦。好好，来注意。你讲，咱拜我拜甲做虔诚，我拜虔诚呢。结果，一个当然无如意来，无如意的时阵，去甲佛祖讲，无采我拜你。你若你的圣诞安怎初一15，我买水果来甲你，安怎来甲你拜？结果你拢无甲保庇，啊你是丢迄个算数，安尼你拜佛拜酸对，但是你的脾气毛病拢无改，哦，啊讲课讲后头，我甲你讲，咱先度家己哦，咱先度家己哦，你脾气毛病一定爱改哦，阿婷啊，我甲你讲，你为啥物安尼？我讲，直接讲讲有够，人讲。喙甲做好，结果换一个头，咱甲讲脾气毛病拢无改，哦，该有诶，该小脾气就小脾气，该发脾气就发脾气，到尾要安怎？是对对去啊，对面倒去啊，改良手。无可能啊，一定对得去。若真正讲，哦，你功德足大，对有等于天堂，可能袂得。好，因为咱诶脾气毛病无改，所以来讲哦。这龚老师我甲你讲，为虾米咱的脾气毛病拢改袂掉？为虾米？伊甲你讲为虾米？咱的脾气毛病拢改袂掉？因为呢，咱唔敢改啊。咱若改掉啊，咱就袂当搁回归做歹。迄老师讲的呢，咱就袂当搁做歹代志啊呢，咱就袂当搁骂人啊，啊袂当拄啊后壁讲，迄个人我看我可能后壁就是后壁我甲你讲的。我都把一个头都拢起了了，所以我若要改，我改我后摆就当讲人安怎，我脾气毛病会当改啦，对不对？啊，为什么伊安尼讲？所以人讲，为什么不敢讲咱爱安怎？放下啥？辅导，讲头多好，其实咱的脾气毛病就亲像是刀呢。咱若讲是非，咱若讲人安怎，去互别人知影，不爱伤着人的心的，对不对？啊，所以咱才放下屠刀，才能怎样？立成佛，对不对？所以为虾米来讲遮？为虾米咱会生气？为虾米咱会生气？不用遐尼，我甲你讲，我做这款就不用遐尼生气，就奇怪。唔咧生气哦，有影遐尼字典，有影遐尼字典，应该无生气。有影就方遐尼大下讲，我就一定生气，做生气的时阵，因为某一个人，我袂使讲，因为某一个人惊伊生气，啊，迄个人就是手做手真的让你很生气，啊，所以他才真的生气。我伊看你要讲，就是伊生气安尼，所以就是讲，咱为虾米生气，就是意见无，意见无同的时阵。
对不对？意见无共，看法无共，做法无共的时阵，脾气就来。我特别安尼为什么要安尼？所以人讲其实，咱若包容心，咱若一个包容心，咱就是去脾气改问题。哦，所以来讲吼，咱的脾气毛病，拢啥物互咱的？敢是别人互咱的？敢是？是外境互咱的，是但是脾气是咱家己，咱家己发的。所以咱爱放下屠刀，才能立地成佛。你几多个会害怕，来害咱家己，对不对？来，咱来道先道来，众生来得道，外口的众生嘛吼，就是渡人嘛。济公老师来讲，咱爱上求福德，下化众生。度人是为了救度家己姊妹出可怜，嘛是为了家己出苦。因为透过度人，咱会当培养一个就是对不对？为虾米？我还要讲，咱度人的功德第一，因为咱度人，不管咱度人这个人，咱度人来求得，互我进行一个功德。不管咱度人来求得，我们的出发点是有为，是通着迄个度人有手个功，有三个功德做。上天做咱七分，吼、对不对？不管咱是有为还是无为，互咱度迄个人，只要伊有到尾有求咱的道场，吼，伊有真心是伊到尾爱成佛，但是咱度这个人无一定成佛，但是互咱度迄个人，伊若真心是一步一跤，伊一定成佛，因为伊若求得已经种下了金刚种子。为什么讲度人会功德第一？互我来讲，互我即个旧年去青岛的时阵，迄边就叫咱陈经理，啊搁爬山，啊搁徐太太迄边去。但是呢，迄个崂山遐有一间养正堂，崂山迄个所在一个正堂，迄个伊每一个拜六，每一个拜六去到国学班，啊搁儿童读经。有一台机，互我调，互我乱调一个机，机，互我，咱两条拍一波嘛。第二遍去的时阵，迄边去我咱知，迄边去了，都有一个，互我拍过来，就坐伫遐，无互我倒坐咧，因为迄个地方梯嘛，互我倒像迄无倒梯，互我倒要坐迄个梯，结果因伊坐去啊，伊讲安尼就对，我就坐去啊，我就讲，你好，我无看。国语袂通，就爱讲台语，结果伊嘛无动于衷。我就想，好啦，咱插来，我就说你边仔去啊，吼！即摆我对边仔去啊，对边仔去坐，位坐去啊，我就对边仔去，结果来认识徐太太，徐太太去，迄个人头过来，伊讲我家己伫伊面头前台，迄证明佫较无呢，我佫伫伊头前台安怎个？结果徐太太去尔，哎哟！四目相交，毋是迄香蕉吼，伊回头过来就看徐太太当下来我在经历里面啊，伊就讲，我是边仔去，我就伫遐看讲，因为迄个多点互我功课啊，素媛姐，好势做工课紧的啦，就我做紧的啦，我想安怎啦？安尼敢知？徐太太我，伊讲那个人有问题。我很难受啦，安尼，伊就问做工好，安尼知影虽然徐太太安尼瘦瘦啦，但是伊乡用听的，咱怎啊讲过一句话，讲迄问题啦，较重的啥，较重黑啦，安尼啦，即摆都啉袂了啊，即摆10年了，前年那赶快啦，即摆简老师来啦，简老师来讲，因为边仔拄好一个房间，伊就我共做去伊房间倒，结果伊倒去，伊同我讲，拢毋讲话哦，但伊会吼，伊会吼哦。结果在经历的人讲，你是那个无形大的，你怎样成立的功？我们讲课的功德，还有那个讲《金刚经》的功德，因为简老师比较会讲《金刚经》嘛，所有讲课的功德都给你啦。你离开那个懂阿水的身子了，你不要你买改掉的就对啦吼，拢无好。结果到尾，
前经理就来讲哦，你都认着，我好难惊呢。伊安尼互我惊，我看过就真讲是啊。虽然叫无加，但是无对着我，即马伊来讲，这位大人，我们养正堂度50个人的功德都给你。哦，有渡人的话，渡50个人的功德都给你。伊讲伊平啊，徐太太同我背的，同我背台我敷衍，伊就讲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伊就啊，就摕啊。咱敢知影？安尼是大人的功德就对，50个人的功德，你咱敢知？度50人的功德，拢互伊，迄50个人，大家莫讲50个，拢首先做伙拢有去行功了完，吼，一半就好啦。咱若50%啊，咱敢买功德？对不对？所以咱讲大人的功德第一就是安尼啊。咱功课的功德，咱讲的大家受益，但是这个讲师口是心非，讲要讲我做俩，家己拢做，敢有功德？无功反过，对不对？但是咱大人一定就是真心要你度伊啦，不管你的心是有为无为，迄个有你度，迄个人啊，行功了嘛，有功德无？你嘛有功德呢。虽然你讲课你讲要用做，家己做，我是咧比喻啦，吼。所以人讲吼，咱会当吼培养慈悲跟忍耐这个勇气。咱大人敢爱有耐力，多一遍袂行，我不爱去啊，对无？哦，迄人，迄个啥物啊？咱若大人度袂行，咱进前咱问人讲，啊，迄业，迄个业力有够大，迄度落袂行。其实咱袂使讲，有人讲一个说是下层色，咱度袂行，伊必定办法。哦，对哦，所以就讲咱大人，所以来讲，咱要大人，就是开始大家己。所以人家讲，为虾米不讲自觉他？伊来无讲觉他呢？咱无自觉要咱觉他，咱无自利要咱利己，咱无道义要咱道人。所以为虾米讲，迄个家己都爱去了解自觉他，利己利人，道义道人。所以咱爱若要度众生。就是咧心内面的众生是度掉，咱来度偌济的众生。所以为虾米咱有时度偌济众生度掉还是安怎？因为人讲有讲，咱爱教，为虾米人讲咱咧教人，就是讲，迄个问题点，迄净空老师讲那个问题的那个关键点就是讲，咱教的时阵，咱无先教咱家己；咱度人的时阵，咱无先度咱家己。所以，迄个功力发袂出来，所以咱若是教人的人，先教咱家己，先度咱家己，安尼，咱会事半功倍。若无，咱的所有有时，咱就看无着迄个效果。来，烦恼无尽世缘断。咱的烦恼为对来的，为真的，无暗淡。咱敢有烦恼？啊。哇！什么烦恼？贪嗔痴。贪嗔痴。后面你讲烦恼。贪嗔痴。你烦恼是啥？你有烦恼哦？无烦恼就是不能应该。其实咱每一个人是不啦，讲明明是不啦。无烦恼呢？阿弟，你敢有烦恼？你烦恼是啥？这个啊，烦恼这个哦，其实每一个人烦恼，好吗？但是烦恼是家己找，人讲让自己快乐的原因是什么？是心境而不是环境啊。对不对？我来讲一个典故，就是讲，咱刚才讲为人有厝，都讲我还有厝，像伊走讲看人嘛我拢无存钱，哎呦，你有厝呢？人会搁着蹛租厝的，对不对？我安尼讲敢对？我讲比善不足，比下知足才能长乐。无你烦恼伊看，因为比袂共，比袂交，比袂着啦，对不对？我讲今仔日咱听着咱我点老师讲，外国人咧讲明明讲有8个一口1溪火啊买啦，租一间房间尔，租一间厝咧住尔结果买啦，即摆明明仔日就讲40个人来
今仔日平常有40个人上班，迄个家伙啊有8个人无来去，拄剩几个？32个，去啥？去4分之一去啊，对不对？即摆因为遐尼多吼，无你搬，因为住较庄较，无你搬就做唔开。伊讲我做迄厝3000万，我若搬来遮吼，爱5千个。我讲无你15000，我迄个食草我袂补，通啊！迄来吼，我做遐虽然是讲较庄较无便，但是咧下午边啊，互伊囡仔就做家己。哇！规家伙啊，住迄间房，迄间厝，听迄落，人跟你讲，因遐尼讲，人伊拢无烦恼咧，拢足快乐咧，因都快快乐乐上学，每天快快乐乐上班咧。咱来看，咱厝遮大间，但是咱的心无宽，因为就咧烦恼。人买个人住一间厝，人快快乐乐，所以人讲，互咱心烦恼的是啥？是咱的心境，是咱的环境啊。互咱的心快乐的，是咱的心境嘛，是咱的环境啊，对不对？所以讲咱的烦恼绝对来是一件代志，一句话，听到咱的安怎？迄个人讲迄句我真正。迄心肝落，真正有够会思考的钱个啦，你敢知影？咱会安尼讲袂？会哦，会哦，你讲伊有够歹听，但是咱讲伊有歹听，每个地方的方言都不一样。人迄落咧前西吼，迄落咧中经理遐，因遐会迄落啥？因遐的学校讲，吼，你讲即句我听有够爽的啦。人讲伊听有够爽，讲迄爽吼，听起来就是伊心。即个张经理讲，伊遮呢，迄个爽就是放豆乖做快乐，对啊。咱遮就讲哦，咱讲说有够粗鲁，对不对？咱遮人讲，我听真有够爽，讲有够粗鲁，收敛，讲来做，结果去前西人，我遮讲有够爽，听有够爽，安尼啦。哦，伊迄个福州啊，也是安尼讲啦。即摆伊大了讲哦，伊要等因兜讲伊要回老家啦。咱台我回老家，毋是倒转去啊，才会回老家，对不对？所以因为一句话。平平一句话，为虾米我听起无代志？你听起无代志，为虾米我听起我拢生气气的，就受气的。为虾米？平平一句话，人听起拢无代，互我听起安怎？就有解。我家己生气，我讲伊袂食。所以人一句话讲当然讲无一句话讲是非总因上，多开口，烦恼总因强出头。为虾米？迄是非吼会安怎来？我问个是要安怎来？人遐定定迄个沉默寡言迄个人，绝对无是非啦。赵老师吼，他拢来，因为沉默寡言是爱放大字，真诶。咱甲看主业啦，伊伫遮咧顾个，因咱平常遮，伊是毋做沉默寡言？为啥人讲沉默是金？伊是毋定定啊？伊都袂去遐是非，为虾米？是非总因多开口嘛。你若莫规喙口有遐侪是非，你听了一句话，听了好甲歹，拢可能迄是换来，迄是非敢会来。所以咱上以前讲一句话讲，歹瓜搞子，歹人搞天气。为虾米会讲歹瓜搞子？咱家看迄是非甲不肥啦，迄籽有够无？伊敢是歹无？因为伊冷，伊若食济对咱的身体无好，所以伊才会讲歹瓜搞子。若歹人就是，迄个歹人是讲伊拢做恶做恶，就是讲伊了是非人，就是伊较爱讲话，歹人讲严谨。所以咱听着啥物是非总因多开口，一句话，人看拢无要紧，无解，你看着解，就喙着，后尾遐你讲咱会讲是非就来，是非人来，烦恼就来啦，烦恼总因强出头，为虾米？你一件代志做到啥物？为虾米你就会强出头？咱无啦。人本地吼，咱人本地无六道呢，无六道轮回呢。迄六道轮回是讲咱人的心家做出来，对不对？咱就是咱的心，咱的烦恼所做出来，会啥物啊？会六道啊。所以咱的烦恼能断多少，我们的心情就提升多少。咱的烦恼能咱的轮回就得到。所以强出头，咱就讲。看袂我一，看袂我一个舒服，甲伊做法，咱的心就安怎？咱拢会家己心欢乐，会想安怎？看袂过一个代志，一个人，咱
咱先关安怎？迄个英雄主义自己认为是正义使者阿兄，因为为了互我为啥讲？因为迄聊天顶内面一个正义使者阿兄嘛，伊拢家安尼讲嘛。伊叫做阿兄，啊伊拢讲我是正义使者阿兄，啊所以咱若看袂过一件代志的时阵，咱就感觉我是正义使者，我一定要支持，我要特别出来，安怎嘛？主持公道。我要支，你着主持公道，因为伊生心嘛，啊人无该人，人安尼讲，吼，啊所以人讲有一个人啊，吼，我就是讲吼，我迄天有看到伊个微信啊，吼，有一个，伊就代表母亲，伊有涂一个讲吼，要让自己快乐、没有烦恼的方法是什么嘛？伊就讲，伊有一个朋友啦，吼，啊，拢会甲我牢骚咧，讲伊够烦恼咧，我即个烦恼啦，伊讲你有啥物烦恼？伊讲吼，阮大家真有够爱洗洗念、杂杂念，啥物事拢要管啦，我有够生气的啦，安尼啦，伊讲，啊，你着了呀，我安尼了，我当然不会讲话，我无讲愈济就对啦，啊，我着袂，我的烦恼就是这，我着做袂欢喜的，就是即件代志，经过一件代志，安怎甲讲无好，安怎家己开放开挂无好。安过一段时间了，迄个人讲会讲，啊，讲到下晡啥物啊，但是我一直答到袂听，但是甲过一天我拢来答，啊，你着问我啊讲，你即摆安尼咧讲无安怎？钱拢改啊，拢无都对你做好，拢袂实实点，拢袂管东管西安尼，哪会有？爱讲啊无，啥物你即摆无烦恼，无遐济烦恼啊？啊，我着心着死啊！我死心啊！对啊，咱人的心若死，吼，着无烦恼。迄就是迄个心，伫遐不掉，伫迄个交心啦，吼，伫遐不掉。你若互你死心，你着无烦恼啦。迄人与之间的爱情，迄个顺利，为虾米有人会自杀？啊，为虾米人活了好好？因为迄个自杀迄人就是会死心嘛，对不对？啊，迄个活了好好，迄个人就是死心嘛。所以有一条我就是讲吼，莫看，莫想，莫看，无你较规划。对啊，你着莫看，莫甲死心就好，毋是着无你较规划，有你也不一定会较，人讲下一个人会更好啊，吼，啊，你着死心就好啊。所以人讲，骨有一贴油啊。所以人讲，我们的心啊，像一个口袋，咱若无装物件，叫做心灵清净，富于心灵。咱若装物件，就无叫做心灵啊，装物件就叫做心事。啊，人有心事，敢会快乐？嘿，吼，啊，所以哦，骨讲有一贴油啊，专门咧治烦恼。迄贴油叫做遮，来，咱做伙念。不生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所以就是叫咱的心爱惜心。所以咱若无生这个心，咱就免用所有法来治烦恼。哦，法无量世缘合，菩萨行之法会当互咱去脾气解梦的，对不对？因为咱对道学内面、对法内面，人讲一门深入怎样，智慧如海。啊，咱若有智慧，咱敢会去脾气解梦的？咱要去脾气解梦的，有唯有咱有智慧哦。咱若无智慧，这去脾气梦的就拢对。啊，咱若有智慧，吼，咱若这个法，咱就安怎会当去用心去实践，而且去解讲迄个法，所以。这个遮有写的，我就讲讲白羊仙风，这个你解一下。白羊仙风啦，吼，离了家三太子就来讲讲，道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讲道伫日常当中？伊无爱讲道爱在人道有，然后学在道场，但是要用在日常。哦，咱学就是伫道场啊，但是咱又爱用伫日常。所以这个三太子代表讲，咱道是在日常。啊，伊讲吼，三太子讲，我会发气。三太子伊哪有发气？咱敢知影三太子哪有发气？伊的发气是啥？三太子是打啥物？风火轮。风火轮。所以三太子的发气叫做风火轮。啊，三太子就讲，那呢，
兄弟姊妹，咱的发起是啥物？兄弟姊妹，伊问咱哦，咱的发起是啥物？伊甲咱讲，咱的发起是咱的肉体。咱的肉体，伊讲唯有肉体，咱才会当去行功了愿，大天宣化。所以人讲法门嘛，就是道学。咱今仔日要学这个道学，有这个肉体哦，咱才有法度好哦。咱无这个肉体，免哪去学。所以人讲气天性会当代天巡守。气天性伊为虾米伊会代天巡守？伊去撞着，伊嘛去撞着无好的兄弟姊妹哦，但是伊会当来快活了，伊会当甲伊安怎？伊会当甲伊显化，会当讲你会当讲，啊你着爱好好啊去哦。伊嘛当家放讲你，因为迄有影哩，迄有年的大家会啥，伊会在某个地方啊哦，在那里做了不好的兴风作浪那样，伊当家放。但是伊讲咱有即个肉体哦，咱会当大天宣，咱会当大天宣哦，会当安怎风华丽生。所以咱来发起的是咱的肉体，咱爱好好啊利用着咱即个有生之年。有这个肉体，咱爱好好啊而活。啊，所以人讲活会在我们身体，会在这个清苦当中。所以人在讲要三不离嘛。为什么三不离？咱嘛知影讲道场，还有啥不离经典，不离道场，不离善知识。所以咱爱来，为什么人讲咱爱得来这个法来咱来得定嘛？为什么咱来得？因为来得定，其实咱人讲免听法啦，吼。有有来得。会当开人听着，其实为什么我讲，咱讲等伊到厝的时阵，有几个人会去找开？所以为什么这私立教育？私立教育咱来讲看讲，奇怪，这个做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在私立教育当中，在那边让讲师再阐述一次？我甲咱讲，咱等于要找种去看，袂去看，袂去，有几个人会去开？但是咱来道场，讲师咧讲，咱是会听对不对？所以爱得这个，即行迄个是三不离的。为什么讲要不离开道场？咱就是爱来有形的道场，来啊成长，成长这个我们这个无形的道场。咱身躯嘛是一个无形的道场嘛，啊，所以咱爱来有形的道场，安怎来华以滋润，来听法度的主题，咱。做落来，咱即个无形的道场，互咱的道场，咱的道场就爱认清，即个道场该安怎？行嘛，然后讲叫做啥？道路弘长。啊，咱即个无形的道场，咱内面若无道理，若无法，无智慧，咱即个道场哪会行呢？哦，啊，所以咱的道场要行，有哪咱爱多充实自己呢？咱才有法度互咱即个无形的道场会当行哦。所以来有形的道场，让我们无形的道场可以成长。所以要不离开道场，不离经典，因为经典能让我们生长智慧。然后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其实道场咱无方法，因为经过一件代志，咱做一件代志，咱就较多通。智慧在哪？由哪里而生？由我们在修法当中，那个过程当中，来生智慧，对不对？啊，所以讲吼，法门，咱就是爱会当互咱法，会当互咱去用用简单去在后面，法会当互咱安怎？互咱智会当生，会当互咱弘法利生，会当互咱造福人。所以金刚经嘛讲，善男子善女人，用世间七宝，来施予众生兄弟姊妹，还是搁一个人讲道理。来攻击着众生兄弟姊妹，对一个人，对一个攻击较大，对不对？伊嘛讲，就是讲道理有众生兄弟姊妹攻击，比咱过世有皮的财物的攻击更较大。所以这个法门，咱若学开，咱会当利益我们自己，也可以利益众生兄弟姊妹。福德无上善万事，这个福德无上善万事。我的师祖甲咱讲讲，修德会做致命的一伤是什么？灰熬，对不对？咱到尾来讲，咱
后皮咱皮皮毛病，咱皮皮毛病嘛要改，咱嘛讲话理身，讲有咱嘛咧，这拢有啊，这敢是公定，是，这嘛是公定，但是公定，咱报时有用无用，拢是咱公定，但是要互咱公定有法度，人讲报时就是福德嘛，福德要安怎会当保全，要安怎会当保重，爱看咱人土的功夫嘛。咱人土的功夫若无好，迄个火候若无好，到尾啊，迄公定是安怎？人讲百万丈满开，烧掉功德林。为啥物讲这个火候这重要？咱刚才讲，平平共款的道理嘛，咱拢共款这个，平平共款听这个道理，对不对？为啥物到尾啊，每个人成就一定会不一样的。共款的一道菜，一道菜调味料拢共款，为啥物做出来的菜的口味无同？为啥物？火候，控制火候，厨师控制火候无同，炒出来菜口味无同。咱共款的道理，共款听迄个共款迄个道理，共款拢共款，为啥物咱到尾也是一无共款火候？因为人是功夫，烧掉了功德林，对不对？敢是安尼？是毋是？敢是？所以人讲常听讲哦，人字，你顶管是一支啥？刀嘛，人字头上一把刀嘛，咱这支刀是要写出去，也要收开。咱若特别代志的时阵，也一件，我明明就无做安尼，还是一件，有够处理做受气的，咱会发脾气的。这时阵人的功夫就出来了哦，迄个火候哦，火候就出来了哦。看你火候到底哦，你这支刀是要飞出去，还是要家收开哦？就该看咱安怎，咱若飞出去会伤着啥？会伤着人，也伤着咱家己啊。因为你伤着人，你伤着人的心，伤着咱家己的功德在，拄啊。损人又不利己的事，所以这个人，这个火候有够无简单。咱来看一下影片，我今天放出来。对了。咱来先看这个影片，头前有看嘛吼？
好。感谢伤害我编导的，不要再搞六道轮回。没有那你就考了，所以也能够感谢伤害我的人。我感觉讲，这句话吼，讲人来讲咱安怎上害人的吼，咱来感谢伊，因为你烧咱的脚，安尼吼。你烧咱的脚，到咧暗晡，有时咱嘛爱反转倒来，咱做到讲咱的歹话，咱嘛有业障，因为做了无，别人讲咱安怎，咱嘛有业啊，对不对？我拢想感谢伤害我们的人，他让我们成长，但是我拢想，伊来讲咱的歹话，咱来感谢，因为你烧咱的脚，这是有道讲的。伊讲伊诽谤啦，吼，讲咱无影，还是讲咱的唔对的，吼。咱来甲感谢，因为是咧烧咱做好了。咱来讲一句吼，感谢伤害我的人，因为咱在消我们业障，所以讲即件代志，搁一句话，咱来甲应了。但是应了，敢是足艰苦，会足艰苦袂？会哦，煞袂相信大家。人讲伫世间啊，伫这世间，啥物人无讲过来，啥物人无讲过。佛菩萨嘛讲过啦，伊嘛捌人讲，敢捌人讲佛菩萨伊的歹话，佛菩萨嘛捌咧讲咱众生的歹话，所以咱来是佛菩萨，咱无去讲伊歹话，伊去讲咱的歹话，对不对？所以咱讲一件代志，要记住。